大家好，多謝即係大家嚟參加今晚嘅祈福活動啦。咁因為即係大埔誒雲福苑嘅火災，有好多人係即係死亡啦，有啲係冇咗屋企人啦，或者係冇咗屋企啦。咁都有好多人係受到影響，唔單止係人啦，都包括動物啊、植物咁樣。所以就即係舉辦今次活動，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可以釋放到因為呢件事而產生嘅負面情緒啦，同埋都希望可以去祝福翻嗰個地方啦，同埋嗰啲人啦，而且可以將嗰啲亡靈送翻去源頭光中，等佢哋可以安息嘅。咁一場火係即係好突然咁樣嚟啦，我哋即係都冇辦法去嗯預計得到啦，亦都冇辦法去阻止得到。咁但係希望大家可以收拾到嘅心情，去即係面對日後嘅生活啦。雖然係好痛苦，但係痛苦係冇用嘅。我哋係應該面對翻呢件事，然之後積極咁樣去再次投入去即係之後嘅生活。咁而家我就先帶大家去連結源頭，然之後咧就幫大家釋放一啲嘅負面情緒先。好，咁而家請大家調節自己一個舒適嘅姿勢，合埋雙眼，放鬆，做幾個深呼吸，讓自己平靜落嚟。請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心輪嘅位置，並且感覺心輪充滿咗愛嘅能量。然之後將你嘅注意力從心輪往下帶到腳底，再往下帶到地球中央同大地之母連結。喺地球中央，大地之母發出強烈白光向上連結住你腳底，白光繼續向上，通過你全身打通所有嘅脈輪，一直去到你嘅頭頂。你頭頂出現一個好靚嘅光球，本身你進入光球入邊，被光球包圍住你，非常安全。光球帶住你向上飄，離開你嘅空間，你經過天空一層一層嘅白雲，再向上飄，離開地球，去到宇宙，再繼續向上飄，經過一層一層白色光嘅地方，呢個係第四界。再繼續向上飄，去到一個充滿住金色光嘅地方，呢個係第五界。你可能會見到天使、佛陀、觀音、耶穌，都唔需要理會佢哋，繼續向上飄，去到一個七彩繽紛、充滿住啫喱物質嘅地方，呢個係第六界，宇宙法則嘅地方。再繼續向上飄，去到一個充滿住粉紅色光嘅地方，呢個係第六界慈悲法則嘅地方。再繼續向上飄，抬頭望上面有一個打開咗嘅出口，好似通向天堂嘅出口咁樣。繼續向上飄，通過呢一個出口，再繼續向上飄，去到最高最高嘅地方，一個充滿住珍珠燦爛白光嘅地方，一個無人嘅空間，呢個就係源頭第七界。大家請一切萬有源頭將大家因為雲福院事件而產生嘅負面情緒、負面嘅信念釋放，同你歷史層拔除化解，並且其他三個層面喺核心層、遺傳層同埋靈魂層拔除取消，送到源頭光中。如果同意嘅，請你一陣間喺每一句後邊答 yes。我將源頭
當你釋放對火嘅恐懼，同意請講 yes。我釋放對於失去嘅悲傷，我釋放無法重建嘅信念，釋放對未來嘅不安，釋放我不值得被幫助嘅信念，釋放對於自己反應緩慢嘅內疚，釋放我應該更堅強嘅壓力，釋放對於災難嘅無力感，釋放我永遠無法痊癒嘅信念，釋放對安全嘅渴望所帶嚟嘅焦慮，釋放對失去嘅物件嘅執着，釋放對於我唔應該哭泣嘅自我批判，釋放對於重建過程嘅恐懼，釋放我必須獨自承受嘅孤單感覺，釋放對於痛苦嘅記憶，釋放對於火災畫面重複嘅記憶，釋放我不夠好、不夠快嘅自責，釋放對於環境不受控制嘅無力感，釋放對於他人嘅憤怒，釋放對於身體反應嘅恐懼，釋放對於災後生活嘅恐懼，釋放對於晚上嘅恐懼，釋放對於天災人禍嘅憤怒，釋放要壓抑自己情緒嘅需要，釋放對於重建速度嘅焦慮，釋放對於失去家嘅絕望，釋放對於無法控制事物嘅恐懼，釋放我不應該麻煩別人嘅信念，釋放對於社會制度嘅失望，釋放對於自我價值嘅懷疑，釋放對於未來災難嘅焦慮，釋放對於重建成果嘅懷疑，釋放對於社會眼光嘅壓力，釋放對於失去一切嘅哀傷。我請一切萬有源頭將以上所有嘅負面記憶、負面情緒本信念釋放，從你歷史層拔除化解，並且喺你嘅核心層、遺傳層、靈魂層拔除取消，送到源頭光中。以上嘅課題已經學習完畢，唔需要再學習。多謝，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我幫大家見證一下，並且你可以感受一下呢啲嘅信念、以能量嘅認識，同你嘅身體釋放去到源頭光中。而家我為大家做一啲嘅下載，所有下載都會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所有信念層面、所有語言、所有時空。如果同意嘅，請喺一陣間每一句好肯定咁樣去答 yes。我允許自己感受並得到療癒，同意請講 yes。我值得被支持與照顧，
我擁有重建的力量。我與社群連結，彼此守護。我是安全的。我是被愛的。我允許自己以最好嘅速度復原。我擁抱自己嘅情緒。我相信人生係充滿希望。我與社會重新建立關係。我是光和愛的傳遞者。我值得擁有新嘅生活。我感受並接受他人嘅善意。我擁有創造安全空間嘅能力。我是社群的一份子。我允許自己休息與重整。我相信療癒正在發生。我是被理解的。我是被看見的。我是被接納的。我與土地重新連結。我選擇信任未來。我擁有轉化痛苦的智慧。我是堅強的。我是完整的。我擁抱自己的過去，去創造未來。我值得擁有平靜。我值得擁有喜悅。我值得擁有愛。我與火焰重新建立和平嘅關係。我是創造者。我選擇原諒自己以及原諒他人。我選擇活出光和愛。我選擇活出希望。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重新出發。我哋一齊萬源頭將以上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所有信念層面，所有語言，所有時空。多謝，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我為大家去見證，大家可以去感受下呢啲嘅情緒同埋信念以能量嘅形式，像係你身體嘅每一個細胞，充滿住你整個全身。我而家請大家一齊送光同埋愛去祝福所有受今次事件影響嘅人動植物，亦都包括所有在世嘅同埋離世嘅。請大家喺心入面跟住我講，一切萬有嘅源頭，請你送無條件嘅光同埋愛去祝福所有受今次事件影響嘅人動植物，並且將已經離世嘅人動植物嘅靈魂送返源頭光中。多謝，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大家可以去見證一下。
而家請你觀賞你第七屆俾源頭無條件嘅光同埋愛嘅能量，好似瀑布咁樣沖洗你嘅全身，深深嘅吸一口氣，然之後就可以張開雙眼。好，感謝大家嚟參加今次嘅祈福活動啦。咁當有啲朋友仔係有親友係因為今次嘅事件而受傷或者係死亡，係都唔好太過難過啦。始終我哋都係要積極咁樣去面對，去繼續生活。咁今日嘅活動就嚟到呢度啦。